蝦餃燒賣一盅2件，以蝦餃為首，個中原因不可考。但係論功夫、論成本，蝦餃絕對稱得上係點心之王。蝦餃係點心界嘅精心武藝，要練好呢門功夫，首要有好嘅先天條件。鮮蝦，當坊間80%以上都用冰鮮或者急凍蝦嘅時候，只有少數係用上新鮮蝦。劉佩成師傅工作嘅呢間餐廳製作嘅蝦餃就係以鮮蝦製造。老闆嘅宗旨就係用鮮蝦咯，即係穩定啲啦，同埋嗰啲蝦餃嘅蝦比較鮮啲。嗰啲蝦唔新鮮咧，佢飆水啊嘛，飆水佢咪容易離晒殼啊。而家我呢度92蚊，35頭咯。佢哋嗰啲應該40零50蚊到嘅啫。交嚟嗰陣時配埋殼過嚟噶嘛，唔使咁麻煩啊嘛，咁我哋方便啲啊嘛。鮮蝦每朝返到嚟都要啤水45分鐘，務求令蝦肉更加爽彈。蝦係主角，但好多時候廚師都會加入肥豬肉，蒸出嚟後餡料形成肉汁，令蝦餃嘅鮮香提升更高一個層次。